呀，小猪车很重要。呀，刚从路看了江苏，中华农啥，说了几把胖子，几不高不错啦，说了几把胖子，几不高不错啦，嘿。刚就乐了几个说啊，做嘛做啥做的几次的胖，自己不高做的，做啊几次胖自己不高不错的，做啊几次胖自己不高不错的，嘿是，给到三把结束，下个上大才送娘家的做那的，送三把几把错的。娘家找那边送三把几不错的，娘家找那边送三把几不错的。大小三把歌颂，下就路大套送，娘家不娘接送，三把高一撮嘞，三把高一撮嘞。当下的三把个送，下个路大套送，娘家的婆娘接，送三把个里做的，娘家婆娘接送三把几不错的，娘家婆娘接送三把个里做的。没穷三把结送，下个路就先送娘家人最多的，送三把几笔错的，娘家人最多的送三把几笔错的，娘家人最多的送三把几笔错的。哟，七把三把歌颂。下着真就是热送，娘家能话几送，三把高一撮嘞，娘家能话几送，三把高一撮嘞，嘿，七把三把个送，下个真叫老送，娘家能话几，送三把高一撮嘞，娘家能话几送三把高一撮嘞，娘家能话几送三把高一撮。几不干不着啦，杨家人的只有我个叫爸爸，留着一单把大穷，那个叫爸爸留着一单把大穷，那个叫爸爸留着一单把大穷，那个叫爸爸留着一单把大。